在美国牛肉了后，加拿大牛肉即嘛准备开放进口。消署的报告指出，若是敢若食加拿大进口的牛肉，100个人内底有2个人至3个人才有可能会去患到小牛症，这个几率是真低。所以预告会开放进口加拿大的牛肉，不过实施的时间是还无确定。若是以预告期30天来算，上近在下半年会开放进口。台湾甲加拿大2月正式启动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谈判，两国关系提悬。谈判内容包含开放30万人以上的加拿大牛肉进口。消署在日预告，要开放加拿大全牛龄牛肉进口，预告期有30天。来，我们台湾就有这个加拿大牛肉。再来就是因为他后来针对 WOAH， 也就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，目前是评比是风险可忽略的国家。这摆消署也公布加拿大进口牛肉相关产品健康风险评估报告。若是上摆情境假设，也就是消费者敢若食加拿大牛肉致死人感染狂牛症的风险，分别是大牛牛肉每100个人内底差不多2.24人才有可能感染狂牛症。若是牛肉内是每100个人内底差不多有6.68人才可能感染狂牛症。不过，医师议员提醒，风险是动态的，未来有新的研究或者是出现新的狂牛症病例，都要重新做风险评估。新型库贾氏症是这种非常罕见的大脑的神经退化疾病，如果被感染到的话，它可能就会。它影响到那个大脑的中枢神经会空洞化，表现症状是一些四肢无力啊、瘫痪啊、抽搐啊。根据我们医学统计，存活率不会超过1年，而且目前没有很好的治疗方式。有疫区的这样一个牛只呢，我们还是希望全牛的进口，我们那个消基的立场还是跟美牛的立场一样，我们都反对的。事实上，早在2006年，台湾就开放30月龄以下美国起牛肉。09年，又开放大牛牛肉；2011年进一步开放全牛龄。加拿大进口牛是在07年开放30月龄以下起牛牛肉，14年开放30月龄以下大牛牛肉，即马过全面开放。不过，确实上路的时间，消息也无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